这门婚事，我同意了。品若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说过你对这些物质不感兴趣啊。他给的实在太多了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，看着橱窗里的奢侈品望梅止渴，还是永远活在底层，灰头土脸？我们分手吧，好聚好散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小孩子，面对现实吧，蝼蚁就应该待在蝼蚁的窝里，癞蛤蟆是永远也吃不到天鹅肉的。你哭什么？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区区这一点物质就让你分辨一个人的真心，这是老天爷在帮你，天大的好事啊！梅哥，这可是我3年的感情，我每天送外卖，省吃俭用，错牛错马，全都为了他啊！行了，你给我初恋都没送出去呢，你这不还白嫖了3年青春吗？这里不欢迎你这种垃圾，现在给我滚出去，否则不介意送你一程。野田之子，限你10分钟内赶到林家，地址你知道，晚1秒后果自负。野田之子，你竟然知道之子小姐的名讳？看来这个癞蛤蟆还能听到些风声嘛！竟然敢让之子小姐10分钟之内赶到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天火老子吗？来呀，给我打断叉子锤，私人特权长吹牛的嘴！等一下，怎么？拿来！那现在来跪下，给老子舔干净鞋底的灰，再学2声狗叫，这样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只打断你1条腿。这帮势利的狗，非要逼老子动手！我胖爷今天就告诉你一下什么叫实力。明哥，干他！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是醒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唉，那位孙教授可真有本事啊！你千万要帮我留住他，我这就安排把我妈接过去。菲菲，我的病可能不是孙教授治好的。不是孙教授，那是谁啊？用的什么法子啊？快告诉我。用了一种特别的办法。啊，苏小婉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跟煮熟的大虾似的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快说，有什么难言之隐，连我都不能告诉？是不是那神医对你做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？你别胡说八道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总之，我会把真正的神医带来给小姨治病的。先这样，挂了。脸红慌乱，语无伦次。苏小婉啊，苏小婉，你这妮子绝对有情况，而且还是大情况。私闯民宅，行凶伤人，我要报警，把你们都抓起来！别报警，今天我要亲手弄死他们！穷人，把能打的全给我叫来！带上家伙，今天不弄死他们，我都传2个字：倒过来写！品如，毕竟我跟你有3年的感情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带上你的朋友立刻离开，别逼我说更难听的话。哼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舔我的机会。毕竟当了3年舔狗，也让你尝尝舔狗的滋味。既然你不领情，以后我胖爷的鞋底你都舔不到。
野田家的人来了，你们是定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我都穿全野了，何德何能，能让你们二位亲自来这里？吴先生，老公，以后打电话别找我姐姐了嘛，找我呀。我比她可爱，比她听话，比她会哄你开心呢。无名，请您吩咐，我野田家上下愿为您赴汤蹈火。我要你们野田家从今往后，尊吴胖为家主。尼克，发生了他。家主，家主，平身，平身，平身。胖哥，恭喜你啊！我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。我的好女婿，哎呦，刚才是爸妈误会了你，我们是为了考验你，看看你对我们品如是否真心。对，刚才就纯粹是考验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！我们林家全指望你了。刚刚你们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本家主让你们高攀不起。胖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爱你的，刚刚都是假的，是我爸妈逼我的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胖哥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明哥，我们走。胖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爱你的，为什么我们同甘苦却不能共富贵？胖哥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明哥，我想醉一回。好，给你。你的脚不是无缘无故动不了了，这次我们是遇到高人了，隔空点穴，金针定身，好手段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。现在高家步步逼近，或许这是我们赌场唯一的希望了。芊姐，高家可是赌神世家，而且高公子出价也不低，我们不如背靠大树好乘凉。住口！金玉满堂是王家的心血，岂能拱手让人？是，芊姐，我错了。去，动用所有资源，挖地3尺也要把这个人找到。是。芊姐，我要不要把他叫过来？不用。芊姐，老样子，山崎25年嘉宾，一支雪茄。
金姐，你看那个小哥哥好有范儿，走，蹭脚去。柔柔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还是别去了。怕什么？看我的！嗨，帅哥，一个人喝闷酒多没劲儿啊！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。小朋友别喝酒。你这人就特没意思，装高冷是吧？欲擒故纵，我懂。我们也是看你顺眼才过来的，不用那么麻烦啦。我说了，别喝酒。你，柔柔，要不然我们还是走吧。不行，你生日怎么能不喝酒呢？生日不喝酒，白在世上走。拿着，干了！今天你必须喝这一瓶，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啊！可是柔柔，我真的不能喝酒啊！你干什么啊？耍流氓啊！先天性心室间隔缺损，心肌脆弱不堪。你是想让他死在生日当天吗？你胡说！先见上周明明是柔柔，医生确实说我半年内不能碰酒精，一滴都不能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会是跟踪我们吧？死变态！去哪儿啊，小妹妹？喝不了酒没关系，哥哥带你们去包厢，喝着更带劲儿的果汁。看这果汁啊，保证让你们欲仙欲死。我们不喝酒，也不喝果汁，我们先走了。走，去哪儿？给脸不要脸啊！肝经湿热，胆气横逆，你这手啊，碰了太多不该碰的，当废。我要干死你！帅哥，太牛了！传说中的内力武林高手啊！小子，你什么东西？知道这是谁家的地盘吗？谁的地盘也得讲究一个道啊！你们横行霸道惯了，怎么遇到个会反抗的就受不了？来人！告辞了。可是他刚救过我们。你傻呀？你就报警啊！小妹妹，在我的厂子里报警，会不会太不给面子了？你说呢？高公子，你是赌神家的二公子高健。低调。高公子，他们这帮人欺负我朋友，而且还想让我们两个陪他喝酒。有我在，曼城的天塌不了。小子，现在给老子跪下，从老子的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再磕3个响头，说不定老子心情好，就饶了你这条狗命。小美女啊，你觉得他会不会钻啊？他不会。哦，这么肯定吗？给我弄死他！往死里走！好，好身手，分筋错骨，隔空打穴。敢问阁下是哪路高手啊？可否请你喝一杯啊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帅哥，这可是赌神家的二公子高健，认识他以后，你在曼城飞黄腾达，一飞冲天。走吧，这不适合你。站住！怎么了？你打了我的人，砸了我的场子，
就想这么拍拍屁股走了？你让本公子的脸往哪儿搁呀？就是你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才歪的，你还要上脸了？你，我去！能打是吧？啊？有我的枪能打吗？再动一下，信不信老子让你的脑袋开花？啊！高进，把枪放下。蓝道恩怨蓝道了，你这动了枪就坏了规矩，有损你高家颜面吧？王芊芊，你终于忍不住跳出来了。怎么？他是你请过来砸我场子的？敢跟我高家掰手腕？就凭你和你的那个烂赌场啊？那你高看我了。这位先生，我倒是很想结交一下，正式认识一下王芊芊。无名，你想保他？我刚刚在场目睹了一切，主人店大欺客，无名仗义出手，这事要传出去，应该有损赌神世家的威严吧？他打了我的人，砸了我的场子，我不收拾他，我何以服众啊？那就蓝道规矩，一赌定乾坤。赌！我和他。高进，你这有些强人所难了。怎么？不敢？怕了？有何不敢啊？华夏道来即可。我也不为难你，输的一方留下一只手就行。不要，你不要和他赌。没事，如你所愿。摇骰子，骰子比大小，一局定输赢。骰子小的人为赢，骰子点数一样呢，就继续摇。好啊。请吧，吴先生。不过你要是觉得没有希望了呢，现在跪下跟我求饶，兴许我可以饶你。失策了，这高进看来也得了赌神几分真传，摇骰子不可能赢得过他。哎，愣着干嘛呀？不敢摇了。王芊芊啊，这就是你相信的人？还摇骰子呢，在你床上摇尾巴还差不多。是你自己动手呢，还是我来帮你砍？高老板，高老板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他！这件事都是因为我而起的，你们要砍，你们就砍我的手吧！贱人，你给老子闭嘴！今天他的手要断，你也跑不了。高进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提个条件，我王芊芊保无名这只手。哦，谈条件，好啊。蓝道规矩，赢的一方有资格决定是否听取输的一方的意见。这样，第一呢，他跪在我场子门口，带上我是废物的牌子，跪满3天3夜。这第二嘛，你王芊芊陪我3天3夜，把老子伺候舒服了，老子兴许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如何呀？芊芊，不能答应他。好，我答应，但是无名不能跪。哟，这小子
你还真待他不一般。行，本公子准了，他可以不跪，但是你，啊？开钟定局，我连钟都没开，你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？我没有听错吧？啊？你这破杯子里面清清楚楚的，瞎子都能看得见啊！21点，你还想翻盘啊？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就是，你就是输不起的怂蛋，只会躲在娘们后面的窝囊废。无名，别冲动，我刚才已经跟他谈条。这是我的赌局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逆风翻盘，什么叫井底之蛙。发生了什么？芊姐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芊芊，帮我开一下钟。高进1点，无名0点，无名胜。蓝道规矩，高进愿赌服输。高公子，是自己动手呢，还是找人代劳啊？你放屁！我们家公子的命比你们全家都金贵，想活命的赶紧滚蛋！哦，那就是想赖账啊！赖你妹呀！你是在找死！我高进输得起，更赌得起命，区区一只手，何足挂齿？高进，你也可以不必如此，你可以过来跟我谈条件。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。公子，规矩是留下一只手，但是没说是谁的手啊。本公子这么做不过分吧？啊？走吧。走。高进，现在我们来谈谈万鱼赌场。王芊芊，你以为找来个来历不明的靠山就能撼动我高家？在我们看来，它只不过是一只强壮一点的蝼蚁罢了。他今天落了我高家的面子，他必死无疑。你呢？如果不想给他陪葬的话，就离他远点儿，不然金玉满堂，就等着关门大吉。你永远不要低估别人的能力。高进，你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，我王芊芊都接着。公子，废物！无名，有事吗？能认识你是我王芊芊的荣幸。侠肝义胆，英雄气概，技艺通神，这样的奇男子当世罕见。能与你并肩作战，是我的荣幸。王女士，以你的实力，
完全可以在混混闹事的时候平息事端，而你出现的时机恰巧是我看似需要帮助的时候。那样的话，我和高家已成对立，而你像雪中送炭般赢得我的信任。你与高家，或者说那个高家二公子有利益冲突，赌场我只去过1次，而你恰巧也是蓝道之人，那你应该就是金玉满堂的掌权人了吧？你想利用我来对抗高家，今晚的赌局也是在试探我的实力。那我可否认为现在的状况是你一手造成的？我，你不必承认，也不必否认。若非你最后关头尚有几分担当，愿意以身饲虎保住我的手，所有算计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下不为例。千姐，这个人太可怕了，心思缜密，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不好对付啊。你错了，越是强大的人越有其弱点，而他的弱点恰恰是他的强大之处。锄强扶弱，古道热肠，能抓住这一点，就能让他为我所用。以后别去那种地方了，不适合你。今天是第一次，加上过生日，有点好奇。柔柔非要拉着我去。世道险恶，人心叵测，别把自己置于危险中。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我会记住你的忠告的。我家就在附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等一下，还有事啊？今天我生日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我可以加你的联系方式吗？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的。啊，当然可以，我加你吧。谢谢无名哥哥。好了，谢谢，再见。这胖子又不接电话。好快，好可疑的剑，藏形于风，匿隙于影，五行遁术。如同鬼魅，若贸然移动，必遭雷霆一击。无名哥哥，等等，有个东西要给你。别过了！无名哥哥，我没事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中途返回来的，都是我的错。不怪你，和你没关系。他们在这等了我很久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是一个世外高人，你的世界充满着危险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，和你做朋友可能会成为你的拖累或者是累赘。无名哥哥，对不起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要好好保重。哎，等等，你不是有东西要给我吗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物件，我自己做的。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。真的吗？那你喜欢吗？
这个样子吧，怎么说呢？针线活也……不过我会一直带在身上。你说话算话吗？当然，一诺千金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一个人回学校有点危险，我送你吧。好，那我要走前面，给你带路。好。灵儿若还在的话，也该和她一般大了吧，也会这般蹦蹦跳跳了。奶奶走后，就再没有这种安心的感觉了，像被整个世界温柔地保护着。这一刻，要是能永远停住，该多好啊！这杀手神出鬼没，我不能时刻都防范着，只有布下奇门遁甲守护，方可。修生伤斗金丝金铠，八门金锁，一白贪狼镇乾宫，二黑巨门守巽房，四绿文曲化天权，黄连针破中宫，秦坎艮震，巽离坤遁。遁甲，开始！老公，你躲我房间干嘛？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，你看我的身材，是不是凹凸有致呢？出去，不然我就……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吗？逗你玩的，人家里面穿了，胆小鬼！我就说你，无名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你脸都红到脖子根了。大岛民族太生猛了，文化差异、文化鸿沟啊，难以理解。你，我布了奇门遁甲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先生，我中午就来了，本来想等您回来侍寝的，结果您出手那么重。你没事吧？您看我像没事吗？我只是想给您侍个寝，你就想要我的命啊！我们华人是非常传统的，不兴这个。传统有多传统？您和苏大小姐刚见面还不到10分钟就已经那样了，这也是你们的传统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胖哥他是管不住嘴巴。这死胖子什么都说呀。我们那是意外，你也别多想，以后也别再干这种事了。可不是嘛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先生，您早点休息。
下手好像确实有点重。吴家人不沾因果，我便将你拖入这因果的牢笼，从此便有了软肋，对付起来也就容易多了。喝点吧。来吃菜。他已经死了。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吧！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我也无能为力。天残孤星，恪尽有情。你命中所带的劫难，远非今夜这般轻巧。它会如复古之躯，一点一点侵蚀你所珍视的东西，10倍、100倍的带给你痛苦。但毕竟是沾染了我的因果。若你愿意分我一世，我便为你遮蔽这满天风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此乃天地体律。我虽不能复活他，但我可以让你再见他一面。妈。荡荡游魂，何处留存？荒郊野外，妙语山林，三魂渺渺，七魄沉沉，虚惊异怪，失落真魂。天门开，地门开，千里童子引魂来。奉请三清道祖，急急如律令，魂兮归来。甜甜啊，怎么了，亲爱的？谁是你亲爱的？你，哎呀妈，太可怕了！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亲爱的，我想告诉你，你真的没有做梦，你昨晚的表现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你别说了，你就当我没来过行吗？你要当渣男吗？昨晚可是我的第一次。你要钱是吧？我有钱，我都给你，我把钱都给你。我不要你的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的人。哎呀，哎，咱俩不是一个物种啊，不能在一起。我怕黑。哎，拜拜了你嘞。啊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酋长的女儿，艾伯娜。看得出来，很爱博拉。是艾伯娜，你以为你很幽默？哎，你到底要干嘛嘛？我们那里男人女人睡在一起就要结婚，如果你不想遭到我全族人追杀。我尼玛，我意思，我得回去跟我妈说一声啊。可以，不过你要干嘛？亲爱的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就这么对待你哈尼的？放心，他没有毒的，
它只是有定位的功效，无论你躲到哪个地方，都斩不断我们之间爱的缘分。今日为师助你气沉丹田。我说哥们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紧跟着我？我又不是国宝，你们这样一直跟着我，我很不自在啊。家主，我们是您的贴身护卫队，24小时保障您的绝对安全，这是职责。哥几个，你们真的很搞笑。昨天那么危险的情况下，你们怎么不保护一下我啊？我这都深入黑暗了，黑得一塌糊涂。家主，请放心，我们已经进行了全面风险评估，对方不可能对您拥有任何的危险性和伤害，并且昨晚是您主动发起，深入了解行为，我们无权干涉家主的私人娱乐活动。我这一世英名啊！我跟苏婉就是纯粹的医患关系，那就是个意外。唉，男人吃干抹净就不认账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去！你，总之，您和苏大小姐的事，我们医馆从上到下集体不认可，不同意。哼！莫名其妙。明明，他们不待见你，我待见你啊！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面，独家秘方哦。不吃，怕有毒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忘了正式通知你，我现在正式入驻中华道医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会医术吗？会啊，各种阳痿早泄、肾弱体虚、男科杂症都能治。明明，要不要我给你做个全身细致检查？免费的哦。正经点儿，这是医馆。真无趣。我告诉你，本小姐可比普通医师的作用大多了。我在北海道长野、富士山脚下有3座药山，各种天然生长的顶级药材，要啥有啥，医药搭配，干活才不累嘛。你说重不重要？哎，行，以后品质把控你来负责，但是没工资啊。本小姐带资入股。哟，这不是苏总吗？我找无名。苏总今日气色可真是好呢，白里透红，艳光四射，看来是受了雨露滋养啊。苏总今日来又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是妇科还是神经啊？这就是你们道医馆的待客之道，说话夹枪带刀。吃火药了？火药是没吃，但陈年老醋可是喝了一大缸。二公主，野田美代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很奇怪吗？我现在是中华道医馆的首席药材供应商兼形象大使。堂堂野田家族二公主，屈尊在这里当员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又如何？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现在的野田家族是属于道一馆的，更准确的说，是属于那个男人的。不可能，就算他医术神通，又怎么能驾驭得了野田这样的大家族？那只能说，苏总你很肤浅，你都和他深入交流过了，还对他一无所知。哎，真羡慕你啊！还是说，苏总是食髓知味想男人了，特意来这儿重温旧梦？哼，小无名的滋味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？不知所谓，该死的无名，居然把那种事到处宣扬，混蛋！无名，你给我出来！如果先生喜欢苏总，算了，还是打好关系为妙。苏总，这边请。你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。如果你是来兴师问罪，那大可不必。毕竟我是损耗了我的根基元阳救你。至于得到的好处，我相信你自己深有体会。你还要不要脸？为什么把我们的事情到处去说？现在整个医馆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。我无名行事，光明磊落，这种事我连提都懒得提。好，那这事到此为止，你我都烂在肚子里。正合我意。我来是想问你，你的医术到底有多深？我的康复是因为你，还是因为孙教授？哼，他那点皮毛，也算神鬼13针，连入门都算不上。真正的神鬼13针，通天彻地，劫命血骨，非有乘命的胆魄与渡恶的修为，根本无法取证。你是在变戏法吗？你根本没得变，你只是着了天一的道。他以你为炉鼎，圈养魅，待魅灵成熟，便是他收获之时。以你之根基，撞他己身。怎么可能？爷爷说过，天意先生是隐世高人，现在几乎没有他的行踪，他怎么可能对我下魅？天意本名鬼臣，乃是我终南山一派的叛徒，他心术不正，专修邪术。你们苏家还有他的线索吗？这事我得回去问我爷爷，如果有，我能告诉你。多谢。我这次是想请你救我小姨，她得了渐冻症，病情恶化严重，全球最顶尖的医疗团队都拿这病没办法，想问问你有没有办法？蒋菲菲是你表姐妹？你怎么知道？电视上看到过。依我看来，问题不是在你小姨身上，而是在蒋菲菲。怎么可能？菲菲她身体好得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看你小姨的面相，你小姨的面相，天庭饱满光洁，主福泽深厚，地阁方圆有肉，主晚运安康，绝非困于沉疴恶疾之兆。你是看病还是算命啊？山医命卜相，武术本为一体，旺气观相亦是一道。你再看蒋菲菲近期的照片和视频，她双眉逆生交错，眉尾散乱，此乃锁心眉。再看她印堂，印堂乃命宫，赤红主行商血光，近期必有重大事件发生，轻则名誉扫地，重则身陷囹圄。算你蒙对一点，菲菲最近确实被谣言缠身。你小姨面相非但无病，反而呈现出代亲受过、替劫挡灾的牺牲之相。她人中身长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鼻梁高挺，意志坚定，法令纹深刻入目。此乃责任感极强，甘愿为至亲付出一切。定是在某个关键节点，她挺身而出，替蒋菲菲挡了一劫，所以根源问题在蒋菲菲身上。胡说八道！你连我小姨本人都没见过，凭什么下这种断言？你以为你是神仙吗？信我，就去把人带来；不信，另请高明。我也没时间跟你耗。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，我怎么说服菲菲？她又怎么可能把小姨带来给你折腾？那是你的问题，忙我答应帮了。作为交换，鬼臣的线索，务必上心。
你最好真的有这个本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无名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把我姐吃干抹净就跑，必须给我个数！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？我刚刚说无名他把我姐妹小琪啊，他把我姐妹小琪吃干抹净就想跑。小琪，你是不是跟我说无名他欺负你了？无名他拿针乱扎你？我们今天就是来讨个说法的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无名他拿针乱扎我，我们今天就是来算账的。对，无名就是个渣男、登徒子、不要脸，我们就是来收拾他的。姐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来给小姨治病啊。小姨的病确实挺严重的，这个无名他能治好吗？他说得把小姨本人带过来。哼，无名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能治好。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招，我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。不好意思，我治不了。我只是个丧心病狂的登徒子，只会欺负小姑娘，哪会治病啊？你一个大男人心眼这么小，你这么个小女子，怎么嘴跟淬了毒似的？比刀还硬！啊！你流氓变态！你说我小，我哪里小？我这是精致，我这叫时尚，你懂吗？你别给我装深沉，你回答我。行了，小姨的事你不用操心，跟我回家。你给我等着吧，我跟你没完。无名，医馆的风言风语你最好立马解决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麻烦。你没事吧？一同是医馆吗？对，这是中华道医馆。你是来看眼睛的？嗯。惠子，哎，扶这位女士进去。好的，先生。哎，你的眼睛真好看。有光感吗？嗯。那你知道热成像吗？在我们眼里，红人是红色的，那在你看来，我们是什么颜色的？黑的。现在出手，他毫无防备，必能一击绝杀。你这眼睛能治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有点激动而已。有人说我的眼睛是天盲，治不好。天盲，无药可治，无法可医。不过别怕，看这世界不一定非要用眼睛，我会教你用心去看，用意去感受万物。你会比那些用眼睛的人看得更清楚，更透彻。先生说不能治，便不能治。我怎会因为此人的一句妄言而心生波澜？他一定要死。古卷有云：
天芒之正，天气本应半生天宇，却被苍天所弃。双目混沌，如同胎死腹中，生机断绝。他已经在防备我，还是无意中动过的这一击？但是，看你的骨相、气息、命纹，你并非天气之人，眉宇间点点星光，反倒是大福之相。那么就只有唯一一个解释：有人在你幼时为你强起天眼，失败反噬。可谓言灵不可妄起，天眼不可强开。邪术反噬，灼伤心神，封闭了你的视觉，扰乱了你的感官，造就了你如今这双看似能洞察黑暗，实则被困于深渊的异瞳。你说我的眼睛可治？怎么治？稀世宝药，肉仙。何为肉仙？古之修行大能，羽化飞升之时，则风水龙穴安葬己身。肉身生，玉色与纹，千年不腐，万年不坏。心脏如战鼓雷动，气血蕴含无限生机，延绵不绝。其声如九天霹雳，震人心魄。此乃肉仙，即天地造化之大成者。唯有饮肉仙精血，配以可以贯穿阴阳的神鬼之针，方有一线生机，让你重见者雷雨过后横挂天际的七彩霓虹。荒谬，虚无的传说。这世界上哪来的肉仙？你在戏弄我？肉仙，岂是一般人能见到的？肉仙者，千古大药，生死人肉白骨，方寸不歇，声如雷音，实在神奇。尸骨的还有心跳，必须验证一番。当真如此，再验证一下气血是否充满生机。哇，祖师一身都是宝药啊！混账！那可是祖师爷！我打死你！我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。说着说着，真有点想家了。我们在谈治眼睛，你怎么又突然说到想家了？哦，回到刚才的问题，肉仙暂时没有，但是肉仙精血倒是有一瓶，稀世宝药，无价之宝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是想骗财还是骗色？我竟然信了你这无耻之徒的鬼话！你这人怎么不自知呢？你觉得你看起来像是有钱之人吗？做杀手多少钱一个月？我给你翻倍，以后给我当保镖吧。你怎么知道？哼，医者讲究望闻问切，你在我眼里没有秘密。好好考虑考虑，2倍价格。哎，考虑好了来找我，2全其美啊！将活人生生炼成盲眼杀气，断人慧根，毁人一生。此等邪魔外道，我必诛之。Yeah. Yeah, 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尊敬被看轻，被当作小摊，说我太天真，走不到顶端。冷嘲热讽，随便他们评判，我埋头修炼，把实力全部拉满。望闻问切，藏着千年的胆，就此浮上扛起人间的难。为人以这一生当作底线，不玩不归，这是我的脸面。从低谷往上打破所有偏见，曾经小看我的，现在全部看见。不用谁来捧，不用谁来称赞，时间给我答案，我空念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
场名不虚传。我守着初心，也握着勇敢，能抚平伤痛，也能护我河山。不怀虚的人设，不搞阴的盘算，真东西在身上，气质自带果断。善良不是软弱，是我最强悍的铠甲，骨气刻在骨子里，谁也别想压下。你敬我道义，我害你肝胆。你若来犯，那就别怪我太干。从无人相信到人人惊叹，用下动说话比语言更存在。真道在我身，大义在我肩，这一路走过来，我派的名不虚传。一的是伤痛，说的是假果，温柔给苍生，锋芒对险恶，收获多少冷眼，走过多少曲折，一生中华二郎，从来不会褪色，不必张扬，不必多言，我站在这就是经典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